再次昂首踏，再次昂首踏出信心的脚步，神必陪伴你走每一步路。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位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在这母亲节的主日，
也是儿童牧区的主日，我们弟兄姐妹，还有这些社区的小朋友、家长们，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个宣教中心这个新堂，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妈妈，能够透过妈妈的喂养、妈妈的培育，帮助我们能够感受到天父上帝的爱。亲爱的上帝，我要尊严我的老母，因一世人辛苦，将这个囝儿4岁，对细汉捏到大汉，付出真侪的心血，真侪的劳苦。愿主你来纪念，来祝福去予因，予因心身灵拢会通伫遮兴盛，灵魂体拢会通伫遮健壮。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为着那些失去母亲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过去曾经赐下母亲，让我们感受到上帝你的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有限，我们随时可能会失去。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悲伤难过，无法接受。我们恳求神来抚慰，用你的爱来抚慰，来安慰我们失去母亲的心，也让我们知道他在天上，在上帝的那里好得无比，我们的心就因着你的爱来得着安慰。天父上帝，我若奉你的名来祝福遐个较无真做老母的，求你赏赐予因有对你来的产业，对你来的福气，予因会通伫你所赏赐的产业内底感受到上帝你的疼，也是会通透过愿去信仰这个属灵的价值，会通伫这悠然感受到上帝你的疼，透过愿真做你受因所关的。主，今天我们要为着这些孩子来祷告。主，你喜爱孩子来亲近你，透过这些老师的陪伴，透过这些老师的教导，让这些孩子们懂得来敬畏，懂得来孝顺他们的父母，特别是他们的母亲，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听话有智慧的孩子。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联合在这边，不管是华语、台语，我们相信神，你是一位，圣灵只有一位，耶稣一位。你与我们同在，你跟我们三个同在，我们透过不同款的语言，不一样的语言，我们感受到神，你依然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些孩子们从小到大有从你来的智慧、良好的品格，让他们也能够成为这国家社会的栋梁。愿你赐福，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你，因为认识你便是聪明，便是智慧。谢谢主，今天我们将我们的礼拜交托仰望，愿你的同在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因为你的宝座设立，我的祈求，我的祈祷，拢会通得到你的赏赐。听我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的囝，你的心若有忌讳，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敬直，我的心会真快乐。唔通轻视歹人，就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毋忘。你的毋忘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忌讳，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谈说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唔通看轻伊，着买真理唔通买，嘛袂买智慧，假是乱的秘密。正直的
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的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就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就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马太福音15章20到28节。耶稣离开迄所在，退去探你甲西顿的境内，拄啊好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对迄地区内大声喊：主啊，大比的囝怜悯我，我的查某囝互鬼附身，真艰苦。耶稣无甲伊应半句，伊的门徒来求伊讲，甲伊赶走。伊对伫咱后面直直地喊。耶稣应讲：我是有差派，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油。毋过妇人人来跪伫伊的面前讲：主啊，请帮助我。耶稣讲：摕婴仔的食物吓互狗仔食毋好。妇人人讲：主，是啦，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油仔。后来耶稣应讲：妇人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伊的查某囝就伫迄阵得到医好。你知道你的医治居然可以
就是这样，就可以让瞎眼的就看见，瘸腿的就会走路。哦，老师真的太强了，只是不收钱好像有点可惜耶。哎，可是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要来到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啊？你看这里没有以色列人，都是外邦人呢。你确定我们要来这里吗？哎，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应该是不知道哦。我老师啊，我老师，传说中的弥赛亚。好，看你们一脸茫然，你们就一定不知道，你们这些外邦人真的是你们不懂啊，真是不懂。哎，老师都不说话，一定是讲道太累了。老师，我们今天要去哪里讲道？哎，主啊，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吧！主啊，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可怜的孩子吧！我们老师不讲话，一定是太累，然后也不太想理他。我要帮老师来阻挡一下这个。哎，这位太太，不好意思啊，我们老师要去讲道，可以麻烦请你那个让开一下。哎，老师，没错，我讲道讲太多了，声音都沙哑了，希望不要吓到你们。我因为福音的缘故，我还是会继续的讲下去。老师，我说这位太太呀，我都还没有照，你都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说你要照顾你们家的小孩，可是呢，我都还没有照顾我们家的小孩，又怎么能够照顾狗呢？主啊，大卫的子孙，你说的没有错，但是狗虽然是狗，但是它也是家里的一份子啊。主啊，它都有主人丢下的血屑可以吃啊。好，这位太太，你的信心真的非常的大。好，既然呢你愿意成为这个家中的一份子，那么你所求所想的都必要成就了。真的吗？等一下，老师你认真，就这样医治他们家小孩喽？对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样。有人怀疑吗？应该没有吧，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要接受福音，就是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因为他觉得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以色列人，不仅仅是这样哦，而且上帝的恩典还要临到所有的人。哎，你还记得吗？我教过你唱过一首歌。对，你现在呢，就把这首歌呢，就交给这位太太唱，然后呢，让她也能够带回去，让她的小孩没有问题一起来，这位太太先起立，慢慢来，这位太太，好，这首歌很简单，不用紧张哈啊，就我唱一句，你跟我唱一句就好了哈，好，来。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 ，Praise ye the Lord。大家，让大家一起唱唱看哦。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Praise the Lord， 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这个时阵，这个时间，富人家的女儿就在此刻恢复了健康。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掌声来献给我们的哈利路亚！什么是哈利路亚？什么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啊，赞美赞美，我们来啊来啊！我们刚刚在唱歌就是赞美哦。我非常喜欢社区的这群孩子，从刚才9点一直很懂事，
自己该玩就玩，该说就说，该做就做。他们知道现在要做到最晚11:10，对吧？啊，感谢主，让他们越来越懂事，自学自律很重要。好，自主啊！好，那我们刚才呢看到圣经的这一个故事，其实是真实发生在圣经中间。在圣经中间，耶稣所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奇事是真实发生的哦。那么我相信大家刚才看了这个戏剧以后，更明白刚才读的经文。孩子读台语的，你可能听不懂，对不对？但是刚才演的都讲华语啊，我们就听得懂了。那么看完之后，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动物的名字？是什么动物？哇！真的耳朵很不错，而且有专心。加一点啊，来，老师记得哦，加一点。好，那么这个故事说到，不是故事而已，真实的记录。说到耶稣带了一群人去，然后还讲了一个狗的故事。这个狗是在指人吗？好像是哎。耶稣说怎样？我呢，现在的任务是要传给跟我一样民族的犹太民族。我今天带了一群的我的门徒，竟然走到不是犹太民族的地区，那他好奇怪哦。然后去那边，去到人家的地盘，还说人家是什么狗？就像我现在如果去美国，我说人家狗会怎样？哦，会被人家打，对不对？哎，耶稣，这个难道耶稣有种族歧视吗？难道耶稣不把人当人看吗？感觉有这个疑问，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听完以后，就不再会说耶稣，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竟然可以这么没有人道，竟然把人看作狗！哎，请大家不要误会了哈，大家放轻松，放轻松。今仔日什么节？母亲节对吧？哈，请问有送礼物的啊，请举手。好，你的老母的请举手。哦，很多哈哈啊，有收到囡仔送的礼物的人，请举手。哇！我们给这些母亲一个掌声，祝上帝祝福您哈。啊，你收到的礼物有满意无？哇，赞的哈！兄弟姊妹，咱知无？这个排行榜哈，礼物的排行榜哈，有啥物？有人收到想要哦5个囡仔，5个囡仔。啊，这就实在哈。请问5个小孩，有牧师说5个小孩是代表什么？有一张纸上面有5个小孩，那是什么？1000元的现金，对不对？给钱最好，对不对？哈，哎，有钱，请问6000块花完的人，请举手。6000你都要开完了，会有花完的一天对吧？钱会有花完的，你也花完了哈啊！亲爱的大家，有钱有花完的一天，我很想你问你的妈妈，想收到礼物，想不想收到有求必应？想要的人，请鼓掌一下。哦，请问我是什么牧师？应验牧师，老牧师对。哦，你拄则拍手拢应验。圣经中间今仔日甲咱讲的就是有求必应，台语唔知讲有求要必应，哈，有求要必应，啊是安怎讲呢？兄弟姐妹，有求必应的话，给你注意听哦，不要随便拍手哦。如果你想收到有求必应这个礼物，而且会应验的话，请问是福还是祸？有求必应是福还是祸？如果你觉得有求必应是福的，请你拍手，耶，很好，会应验，但我们要想是怎么应，是怎么应。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有求必应是福还是祸呢？我们这边有孩子就知道，如果有一天有一天，我们家叫做有求必应日，等下注意听哦。妈妈、爸爸、阿公、阿嬷，在你旁边的人，比你大的人，都不能说 no， 只能说什么 yes。那么这一天叫做什么 ？Yes Day 啊，英文叫我虽然英文不好，但我还知道这一天叫做 Yes Day。好，你觉得
这一天很棒很好的人，请拍手。哎，这都没有人拍手哈，家长也没有人拍手喽，对我哈。有求必应说 yes 啊，有我那个蔡以乐我有看到你拍得很大声哈，而且还站起来拍，不想坐下来。妈妈在哪里？妈妈有要拍手吗？不可能啊！如果你的孩子这一天是只能说，他说什么你都说耶，我要打电动打到爆，打到4点，父母只能说什么 yes？ 请问是福还是祸？亲爱的大家，所以这叫人心不足，舌头一下，对吗？好，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求必应，还是要看情况，对不对？看你求什么，看什么时候，因为人心都很诡诈嘛，哈。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应当着你有求必应，说我要来祷告，哪一个刚才没有好好看我瞪我的那个人，他走出去以后就会跌一跤。所以人心很诡诈吧？还有啊，人心都看自己是很正的啊！你们觉得音乐牧师是18岁的人，请拍手。谢谢谢谢，你看人心多诡诈！麦克风在我这里，你们只能拍手。好，所以我们人心总是觉得要看回正，所以亲爱的大家，有求必回应。回应不是答应，是福不是祸。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要来想一想，有一位比你更大、有能力、全能的，你跟他求的时候，他会回应你，那才是福，不是祸。你看到圣经当中，神有应许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求，但他给我们什么？我们跟他求，他一定回应，就是他有一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是什么呢？其实啊，注意听哦，圣灵是什么？不是东西，圣灵是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会来回应我们。只是他是这位神，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边有十字架，就是我们常常做错事。那么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都会死嘛，讲白一点。死了之后要有审判，审判台前有罪的人，你就要付出代价。那么这位耶稣他没有罪，他说好，本来应验牧师该死的，我替他死，然后我就算罪，重新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活在这地上还没死，我们要有怎么样有能力，可以越来越好越好。就像我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说，我们要是一个自主，我们可以自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律，有一个声音可以提醒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这个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哦，他总是会回应我们。那么他是一个怎么样圣灵？他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的心智，有求必答应。只要我们说主啊，我现在很辛苦，没有人懂我，你可不可以跟我在一起？他一定答应你 ，yes， 他一定答应你。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自己做错事，我必须被抓去关监狱里。我可以求说不要被关吗？我现在逃狱，我现在逃走，然后不会被抓到。亲爱的大家，如果这一位是公义的神，他不会答应，但他会回应你。回应你要有勇气，跟你讲，你要有勇气，让你知道要做安那上好的决定，让你知道什么时阵爱做什么，什么时阵唔好做什么。亲爱的大家，今天早上发生一件事，跟我们的社区儿童们有关系。请问今天早上是不是要穿白色的上衣？白色上衣。上次我们去771文厅，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背心，一个袋子？这边写鼓舞，一件背心。请问现在有人有穿吗？没有，为什么？找不到。就简单呢。亲爱的大家，从昨天晚上我们很多同工就大楼，什么地方都找，什么地方我们也有祷告哦。
但是一直听，咚，不是叮咚这个声音，哎，所以可以关起来，可以关起来。亲爱的大家，到了8点半，我跟语文老师说，不要早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等一下来，我们把他们都弄得时间到该做什么事，不要早了，是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要反省，这些东西应该收好，放在哪里要交代好，才不会下一次要找的时候都找不到。有没有那个要上学了，寒假作业要开学的时候找不到的，请举手。只有一个，哦，谢谢，2个，谢谢，我是常常找不到啦，哈，谢谢，请放下来。好啊，那但是这边也有，对不起，这边也有，好，谢谢啊，被你同理，谢谢，亲爱的大家，我相信今天结束之后，那个袋就会找到，同意的人拍手。我们总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总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要找的时候找不到，但是我们不用的时候，他就怎样？你拢就有经验没有？千万唔通讲要找钱找无哈，但是会跑出来 ，OK 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亲爱的大家，这个给我们回应说，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说我们什么都不把自己打理好，然后我们就是祷告，也都不读书，然后就祷告，我会考100，不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一位神是信实，他是公义的，你没有努力，对不起，你就要承担这个后果。你看，你走出去不做那个交通规则，你出去你就是很危险。但这位上帝他有全能，你只要一呼喊他，他就百应。百应什么？孩子，现在虽然你快坐不住了，请你安静，记得哦。音乐牧师说那3个球，等一下是我们一个社区的阿嬷徐桂琴姐妹，她做的3颗球要给孩子。因为他说，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有球病。班长，你可以请你班长拿1颗球来这里吗？对，班长，哇，来，我们给班长，我们来鼓励一下，来，耶，来，呼，来，啊，谢谢，好，这颗球你喜欢吗？你想要吗？好，想要，确定？确定，不能退还哦。好，要不要跟这个阿嬷谢谢？谢谢。跟桂琴阿嬷，真的，你没关系，你喊就好了。桂琴阿嬷，谢谢你，谢谢你，我爱你，我爱你。这个好好玩，这好好玩。这个好好玩，对不对？还要不要请他再做一个？好，做几个？5个就好。再做5个就好。好，谢谢，好，请回去，这个送给你。好，我再跟桂琴阿嬷讲哈，我们社区的阿嬷真的哈，很非常的爱我们的孩子，我只有轻轻跟他讲，我要讲有求必应。昨天早上亲自送来了，而且他每一次都看到教会跟协会的需要，在我们的丽英小组长在哪里？跟翠芬长老那一区的，丽英小组长耶，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鼓励他们耶，谢谢。因为桂琴阿嬷说，她人生没有这么快乐过。他每次来教会，他就觉得很快乐。一个80几岁的人做球，他就觉得很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上帝，我们真的，即便在找不到，即便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有他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主动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知道，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去到泰尔跟西顿。简单讲，他去到一个不是他民族的地方，那他去干什么？其实他就是专程去那里。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稣专程去一条港去一个所在，而且迄个所在拢无犹太人的所在，就是咱所有的外邦人、无犹太人的所在，大部分都是要去传福音哦。所以耶稣主动去迄个所在，伊敢若无要传福音，伊去遐是要创啥？无可能耶稣做伊去遐无目的的，伊去遐就是要安那要医治这个妇人的查某囝。那既然要去这个医治，就说我医治啊，为什么还要讲这篇道呢？还要讲到小狗，这个有争议的，为什么要讲呢？你会不会觉得耶稣说话怪怪？不是耶稣怪怪，是我们看圣经没有看对。
其实伊咧讲即句话的时阵，是咧甲伊的门徒讲，甚至你若看这圣经的搁较头前，伊是咧甲遐犹太人讲，在跟犹太人讲。自己耶稣他说：“你看，我都把福音要传给你们，要甲福音传给你，恁拢无爱。我挑工去外邦人，我要传给外邦人。虽然外邦人伫迄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还没有到了那个时间点，是可以领受弥赛亚拯救这个福音，还不是时候。但是耶稣伊无讲啊，安罗卖传无，伊挑工去哦。”而且耶稣要讲的就是安那，伫遮原文的意思，耶稣意思是讲囡仔哈，这个囡仔是犹太人，这个桌顶哈是犹太地，耶稣家己嘛唔是人哦，家己耶稣讲这个譬如，伊是迄块啥物饼，对无？耶稣上尾一个晚餐，伊家己讲我的身躯为着恁打破，甚至伊的饼人拢无爱，家己安那加落伫个涂骹。这个妇人人哦，耶稣唔是甲伊讲哦，耶稣是甲这门徒讲，这妇人人一听到，伊就安那，我知犹太人的野狗是咧骂人的，但是犹太人希腊文的家狗叫做英文叫做小狗叫做什么？你们都比我还厉害，不是 dog 是什么？不，跟英文可能在找我，不要找我谱系，叫做怕什么？很好啊、哦，在这里讲的是家里的小狗，所以这个妇人人真巧，伊马上就讲：安尼，我算恁兜的狗，你落落来，无互我食，我嘛当得着救我，信心这么大。耶稣讲：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这么大。咱知文典的意思就是，本来无应该互你6000块，你摕着6000块，这叫做啥？文典。啊，你就加给你的。怜悯是啥物？怜悯就是讲，本来是我爱付出的代价，本来是我爱付买这个物件，我爱付10万块，对吧？哈，啊，我唔免付，我共弄着车，我唔免赔，这叫做怜悯。稳定是啥物？稳定是我给予你的。咱的稳定有2种，一个是普遍的恩典，就是太阳。下雨我们都可以得到，空气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是普遍恩典。特殊的恩典就是它有个次序，有一个次序。而耶稣迄个时代，迄个次序就是跟他犹太人会当得到福音，慢慢的，耶稣迄阵啊就讲要甲福音，互唔是犹太人兄弟姊妹，甲今仔日咱拢唔是犹太人，但是咱拢会当得到啥物？福音好处，而且啦，迄个时阵查某人吼。亲像我啦，吼，有应验无说，我搭खु死我，查某人敢会当伫个遮讲道，早就去用安那赶出去，而且迄个时代犹太人查某人、女人算不算人？小孩子算不算人？现在算，以前不算。你跟我同一等的，那时候不算一个人，那时候只有男人犹太人，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正确解读，哈。所以，如果你有对基督教有误会、有不清楚的，请你打电话给音乐牧师。你要想要得到的答案，有可能可以得到，好，音乐牧师可以尽力来让我们更认识这个圣经。所以，我们属于哪个时代，我们属于哪个地区，属于哪个国籍的，很重要，对吧？对不对？这个新闻你们有看到吗？墨西哥的边界。大家抢着一个时间到，要偷渡到哪里？美国。这是一个囡仔哦，婴儿放伫倒行李箱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很不人道？觉得很不人道，把囡仔放在水的内面，互伊浮，足危险、不人道的人，请举手。一个小婴儿，几个月而已，你觉得很不人道，对不对？放在皮箱，然后这是大海哦。这一群人9个人放在一个安全的珐琅，那个皮囊，希望能够渡河，偷偷的渡到美国，因为他们是墨西哥人，他们希望在美国的国籍下，他们可以有好的福利。我们会觉得不人道吗？是，但他们会认为，他的父母认为，如果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偷渡到那里，成为美国人，就对了。我不管有多少人死在那上面。
亚弟基呗，我们今天很幸福，有自由，我们今天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拯救临到台湾，我们可以现在赶快得到这样子，不然有一天我们也要这样子，可怜了，对吧？人生有没有这个时候，我抢着去当别人的孩子？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想要当别人家的孩子？想要当那个张忠谋的孩子的人，请举手。拍谁了哈？如果你是他的孩子，现在有多少人抢着要去 DNA？ 因为你可以继承他所有的。一样，如果我今天成为主耶稣基督家里的一份子孩子，主耶稣基督天上所有的福分都要归于你，你都可以继承。所以，亲爱的大家，好不好？今天母亲节，我们母亲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教会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请母亲起立好吗？母亲请起立啊，父亲可以不用起立没关系。我怎么感觉父亲一直很想站起来？起立就好了，起立。好，我们的亲爱的同工，母亲请起立了，请同工来帮忙好吗？请同工来帮忙。那音乐牧师一边来讲一个母亲的见证哈。好，来，我们请同工赶快发，然后拿到礼物之后我们就坐下来。好，我们也要一边发的时候，我们要唱一首，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来呀来呀，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你把它打开，这里面有一个灯，拿出来好吗？请拿出来，请拿出来。好，你会觉得好像灯不会亮，对不对？没有电池吗？我们不知道，还是因为它不够黑呢？好，我们拿到了之后，请坐下来。请问还有谁还没拿到的？母亲节。母亲礼不好意思，你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拿到，因为你不会当母亲。好，你可以，你的母亲有来的，她会拿得到。好，来，好，我们都拿到了哈。好，来，音乐牧师要请你把它打开。好，音乐牧师要来说一个请安静哦。亲爱的大家。可以请你拿出来吗？音乐牧师要说，有一位妈妈，她的先生是他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但是在他信主之后，太太怀孕没有多久，他就过世，突然的过世。而这个妈妈怀着一父子，怎么办？这个信仰刚刚临到他家，他只知道圣经里面跟他讲说，你就来祷告来求吧。于是他就来求，可是他1天求、2天求、3天求，这个孩子到最后变成冰冷的，以至于
以至于人家跟他讲，请你去找一个箱子，因为明天早上要给这个孩子下葬，因为他没有钱买棺木。这个妈妈到了晚上11点、12点、1点、2点，明天早上就要下葬，她心里非常的难过。她说：“这位上帝，你不是答应我的先生，说你是有求必应的神吗？如今我的孩子一父子才几个月，但他却这个时候被宣告已经死亡，还没有棺材可以装他的尸体。”这个妈妈在凌晨2点、3点，她跪下来，抱着这个小婴儿，冰冷的小婴儿的尸体，明天就要下葬的小婴儿的尸体，不断的唱：“主，我赞美你。”牧师教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虽然我先生过世，又是遗父子也过世了，我能怎么办？主，我知道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你让这件事情发生。于是，他抱着孩子，一边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唱华语的，我们这个是英文的。流眼泪滴在这孩子的脸上，就睡着了。隔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他感觉怪怪的，怎么他身体有一个动的，什么在动他？亲爱的大家，是这个孩子竟然活了过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是谁呢？你们知道施以诺吗？施以诺知道，施以诺的爸爸就是这个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已经死了，我们就会为他祷告，就会复活。不是，因为牧师不是要说有的人有特别的恩典，但我们只要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一定有重要原因。上帝一定有办法，即便没有找到东西，即便我们最亲的人真的死了，我们都能够度过。当然，施以诺的爸爸最后也是过世，他变成一个牧师，很有名，很会讲道的。你们一定看过他《心灵鸡汤》，就是他的书，好不好？我们再唱一次这首歌，记住这个画面。哈利路亚，就是来啊，来赞美你！我真的没办法，我只能赞美你。你是创造我生命中的主，在黑暗中，你是我的亮光。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吩咐我。Praise the Lord，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再一次。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Praise the Lord，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哈利路亚，Praise the Lord。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主，我们谢谢你，你应允我们，我们来向你求。主，你要回应我们 ，yes、no， 或者等一下，或者是有更好的要赐给我们。谢谢主，你让我赐给我们这首歌，我们可以一生都来唱歌，来赞美你，我们就重新可以来得力量，我们就有盼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此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社区的朋友第一次到教会，不知道奉献的意义，没有关系，请你就坐在位置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一起来奉献。
转灵搁听阮的提拔，只是阮用奉献来回应你的祝福，用奉献来回应你的保守看顾。阮时时祈求，你嘛时时回应。阮献上阮的感谢，愿主你接纳阮诚心的奉献，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教会的路用。安尼感谢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的母亲节的主日，还有咱儿童牧区儿童牧区的主日那社区的一些的家长，还有这些小朋友我们先请这些社区的家长、社区的这家长还有这小朋友我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他们欢迎。请坐请坐。我们这些小朋友平常拢是拜六暗时这家长拢会带囡仔带孩子来到教会学我们的就参加我们的鼓舞班让他们在家庭无处发泄的精力来到这边就鼓我们周五、周二也是有这些鼓舞班让在家里受孩子的气没有地方出气，就来到教会，出在鼓身上，这样所以这些家长们还有这些妇女们都很喜欢来到这里好，咱来欢迎在咱中间第一次与我们一同来敬拜这位这礼拜高茂基弟兄在哪边？请站起来。好，欢迎我们的同工咱的教会同工代表教会来欢迎请坐，请坐。好，林子姐妹林子姐妹底下咱个欢迎好我们同工来底下请坐。还有薛兰芳薛兰芳姐妹在我们当中。那位还有他们2位，来还有头一边，都还有落飞机的这民长的公主啦来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从美国赶来那个还有一个柳淑梅柳淑梅姐妹底下就看那个上面没有了好，各位那无咱紧紧来这个周报的消息咱今天是儿童主日也是母亲节的主日有儿童牧区咱给因鼓励一下好不好？给我们儿童牧区这些老师、家长、小朋友给因祝福要陪伴囡仔做无简单，对不对？对细汉捏到大汉讲要这样，他就是偏不听这样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愿上帝来赐福因，互因有上帝恩典咱嘛恭喜这陈琼代李信宏、林静文、李佩荣、张慧娟这几位我们从那个嘉义中会的头桥教会、头桥教会李信宏因一家是对新人教会转来张慧娟姊妹是对客家中会德胜教会转这几个若有在场的，请恁徛起来好无来，欢迎你们成为嘉南教会的一员信宏全家，好，请坐这个户籍你的户籍落伫这嘉南教会了来今仔有做妈妈的未摕到迄个无迄个脑怀孕的嘛是无摕到嘛是送啦
吼，不过迄大巴肚痛来减肥的，迄都无算啊吼。来，咱好，拢有客着吼。来，这个小朋友注意听哦，小朋友哦，你们优先哦吼。教会这就是讲我们有这个英雄梦工厂，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啊。如果这些年轻人哦你愿意参加志工哦，就服务这些小朋友我们协会都会开这个志工时数的证明哦把握这个机会，能够祝福这些小朋友。小朋友，我们这个名额有限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几月几号？10号哈，7月10号到14号哈，7月夏令营哦所以我们把握机会哦，因为这个一泼出去就秒杀哦所以小朋友，如果你们要参加这个英雄梦工厂的夏令营、儿童品格夏令营哦，爸爸妈妈把他送来哦，就把他教得乖乖的，回去你就不用生气好，这个是我们有青少年征召青少年的这些的志工还有我们这些小朋友，你可以来参加。好，那我们今天要来颁发我们的奖学金哇，来到教会还有奖学金可以拿就是他们要符合教会的规定好，来，我们请这些。可以领钱了来，嘉敏不是，国中来，都没有人照相，遐远敢翕袂到。可以吗？那个一粉，靠近一点。好，嘉敏重照一下。这是代表国小的了高中代表爱童。大专这兄妹档还有吗？没有了来，我们那个来区长照相照的可以照下去吗？来，口罩褪口罩。好，来比耶一下，耶！好，谢谢我们拍手来祝福他们。好，请回座。不赶快走的红包要留给我。好，咱家囡仔送来教会不管伊的信用嘛会通敬畏上帝，要互因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这个礼拜6到礼拜天，我们成人牧区会到日月潭那边有同工的退休会请已经有报名的这一些的同工还有眷属请我们要准时那也为我们在这些服事的当中能够为这些同工为这同工来祝福来祈祷好，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请咱家己来看咱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一遍是华语的，一遍是台语的华语的先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台语，
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么，求就甲恁实现。约翰福音15章7。咱来唱祝福的诗歌，请咱来起立。吟诗说，要请刘应验牧师来祝祷。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同同在，愿主永更免少你应出比款待你。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还有一个，还有。我从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受上帝的赐福，大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临到伫恁，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及你们的家人当中。天父上帝、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的爱，成为你们身心灵健康、你们跟神、跟人、跟自己和好，以及你们生活中的引导跟支持。亲爱的圣灵，成为保惠师，来保守你们，跟你们一起回去，回到你们的家，回到你们的社区，回到你们工作的地方，每一个角落，在社区里面都要成为爱，成为光，成为那个温暖，成为盼望跟力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嘿，呜，耶！哎，我们拍手来祝哦！耶，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礼拜就到这里，咱的礼越来越拜就到好。家吼，咱彼此来祝福，彼此来祝福。我们儿童牧区跟我们鼓舞，我们先留下一下，我们照一张相好吗？儿童牧区，哈，我们先照一张，先在这个位置，先站着哈。我们跟家长、儿童我们一起，好，来，我们儿童牧区的童工，我们也一起，牧师等一下哈，来，我们一起哦哈，来，我们的童工，我们的幼幼班，我们一起好吗？来，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好，来，我们的童工，我们的幼幼班，我们的家长，我们都一起好吗？来，那个我们就地好了，我们就地，牧师，我们就地好不好？来，我们就地哈，那个我们小孩子就站着，那家长就在后面，我们找位置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照，我们请先集合，好，先到中间这边可以哈，好，那我们的来，我们可不可以坐在地上好不好？好，来。坐在地上，坐在地上，我们坐在地上。来，家长，我们后面好不好？谢谢。那你刚刚打鼓，你在鼓的旁边。你如果是打鼓的人，啊，谢谢，小心。好，来，那个我们的童工，我们的儿童牧区的来，我们儿童牧区来，一起，来，一起，家长，那个区长，我们区长，我们的家芳老师、凯恩长老，我们的刚刚敬拜团家长，我们一起好吗？那个苏维，好，我们都一起。一起，好，来，谢谢。又不好出来，好，那你们在那边，好，来，好，请找个位置。那我们请童工，我们一凡在哪里？老师也一起来，一定都照得像。那个一凡需要爬高吗？一凡，请问一凡在哪里？好，那个家长前面2排可以坐在椅子上吗？然后后面的站着。家长可以吗？好，来多近一点，来，这样一起。来，一凡，请一凡在哪里？来，一凡，请麻烦来，谢谢。一凡需要椅子对吗？来，OK， 需要椅子对不对 ？OK， 好，你这样会不会危险？好，小心，来。小心哦，你要不要站在？我帮你先扶一下。来，小心哦，小心，后面好像看不见呢，可以吗？小心，来，嘿，对，那个照相的时候，这边电灯先口罩可以不要关，先脱掉哈。好，把你们的庐山真面目好，各位弟兄姐妹啊，因为洗手间有限哈，如果急着要上洗手后间，面的后面可以吗49号。来，家长来那个，请到49号，我们这边洗手间不够哦，请到49号。没关系，我来，没关系，不是，等一下他们会扶我，等一下我扶我，这样可以，这样你扶我可以吗？会不会被我遮住？啊，我遮住他，来，借我扶。来。可以吗？我们家长可以进来，有人照相这边可以吗？文杰这里可以。1、2、3，来再一张，来比站一下来。5、6、7，好 ，OK， 好。什么我无法度？
长，谢谢，谢谢家长。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礼物？好，那个今天我们有来的，好，来，今天有来，我们下一个礼拜你来鼓舞的时候，啊，音乐牧师会为你们准备一份礼物，好，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哦。好不好？哈，好，上帝祝福大家，大家今天很厉害。那个球，下个礼拜我留着2颗，下礼拜继续玩。那有1颗已经送给刚才班长对不对？已经送给班长了哈。还有2颗球，请问在哪里？那2颗球，2颗球，好，还有1颗呢？好，好，来，好。谢谢，希望下礼拜它不会消掉哈。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主。那哇，你反应好快啊！喂，各位同工，麻烦先不要离开哈，帮忙收一下椅子。各位同工，请先不要离开，在场的同工，请先不要离开，帮忙收椅子，帮忙收椅子，谢谢。陈义就。现在还在场内的同工，麻烦先不要离开，帮忙收椅子，帮忙收椅子，谢谢。